台南山上水稻博物馆庆祝建馆100周年，李国庆的年假要来举办一连串的活动，特别来结合到科技的导览，游客用手机就会当来结合到 AR 扩增的实景，看到更加详细展览，来入目台南。 山上区有名的观光景点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今年迎接关水稻完工100周年，为了庆祝这个老摆，馆方嘛规划庆祝活动。山上水稻博物馆的活动在10月8号、9号跟10号展开，内容非常精彩。 这摆活动展览内容甲参科技，伫咧园区内底会当看到一个特别的幕区，用手机就当看到更侪丰富的内容，甚至含已经拆掉的烟筒，嘛会当看到。透过这个科技还原，大家会当看到我后壁这个烟筒对这个基座佮生出来啊，所以这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代志。这摆丰富活动就是希望大家会当来到台南行踏。 伊嘛有串联别个博物馆举办相关走馆的游戏，这摆100年庆祝活动若无来，可能得个等100年咯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